如果有一日有人望住你，同你講佢會永遠愛你，可能你第一個反應會覺得好幸福。但睇完 Obsession 之後，我開始懷疑呢句說話會唔會係一個 red flag 呢？我哋一直以為愛一個人就應該越無條件越好，但如果真係咁，點解 Obsession 睇落會令人咁唔舒服？可能好多人都會答，因為超自然詛咒，因為 One Wish Willow。但其實電影入面真正令人不安嘅，並唔係超自然本身。電影一開始 Bear 只係一個普通男人，佢暗戀咗同事 Nikki 好耐，一直唔敢表白。同一時間，戲入面埋咗一條伏線 ，Bear 養咗好耐嘅貓 Sandy 誤食咗養可童而死 ，Bear 好傷心。最後 Bear 喺一間神秘小店買咗一件叫 One Wish Willow 嘅許願嘢，衝動截斷樹枝，許願想 Nikki 愛佢多過世上任何嘢。呢一刻，電影已經講咗一句好重嘅說話：愛係唔可以偷嘅。願望生效之後 ，Nikki 開始對 Bear 產生病態迷戀，但電影一路都強調一件事：真正被詛咒嘅係 Nikki， 而唔係 Nikki 本身就咁黐線。詛咒冇將原本嘅情感放大，而係直接拎走咗佢靈魂嘅自由。戲入面有一幕 ，Nikki 曾經短暫恢復清醒，求 Bear 殺咗自己，因為佢知道自己已經控制唔到自己。而 Bear 嘅回應大意係：同我一齊真係咁差咩？之後 Nikki 同 Bear 講：我從來都冇同過你一齊。呢個畫面先係成套戲最令人不安嘅地方，因為觀眾開始明白我哋睇緊嘅其實唔係一個女人發癲，而係一個女人被剝奪咗選擇權，而佢被逼愛住嘅人係個極度自私嘅人。令人覺得恐怖嘅從來都唔係超自然，而係 Bear 一直相信只要 Nikki 愛我就乜都值得。問題唔係 Bear 信呢句嘢，問題係我哋大部分人其實都會咁諗。我哋由細到大已經睇過無數愛情故事，幾乎全部都教同一樣嘢：真正嘅愛就應該無條件。呢套信念已經深到變成常識，所以當 Obsession 出現，我哋先會覺得咁唔舒服，因為佢用最極端嘅方式，將我哋一直相信嘅愛情神話變成一場血腥詭異嘅鬧劇。電影入面 Bear 許願嗰句說話剝奪咗 Nikki 嘅人生主導權，而呢份愛極度扭曲同自私，而且只要 Bear 未死，噩夢都唔會結束。電影其中一場戲 ，Nikki 竟然將 Sandy 嘅屍體整成三文治，遞俾 Bear 做午餐。呢幕其實偷偷證明，對 Nikki 嚟講 ，Bear 所珍視嘅其他任何嘢，只要嗰樣嘢唔係自己，佢都會不留餘地咁摧毀，而且包裝成對 Bear 嘅一份愛。因為詛咒操控住嘅佢，唯一嘅邏輯就係令 Bear 感受到佢自以為最大嘅愛，但佢顯然係冇打算理解呢件事對 Bear 嚟講，其實係一場噩夢。佢只會渴求 Bear 用對等嘅愛意回應呢份扭曲嘅愛。真正健康嘅愛一定容許離開，但電影一路都證明揀 Nikki 冇呢個能力。隨住 Nikki 越發詭異 ，Bear 忍唔住打去 One Wish Willow 嘅客服，打算取消願望。電話另一邊嘅聲音話佢知唔可以，呢個願望只會喺 Bear 自己死嗰陣先會解除。跟住聽筒轉俾咗真 Nikki。電話入面傳嚟嘅係佢受盡痛苦折磨嘅尖叫聲。嚟到電影中伊人屋企嘅一場派對，令 Bear 第一次識驚。一班人玩緊 Jenga， 輪流講秘密或尷尬事。輪到 Nikki 嗰刻，佢講咗一個糖果屋兄妹亂倫嘅故事版本，令到全場都好不安。跟住輪到 Bear， 佢抽到嘅指令係錫一啖你左手邊嘅人。咁啱左手邊就係 Sarah。Nikki 即刻將 Sarah 拉走，跪喺度等 Bear 錫自己。錫完之後，真 Nikki 突然短暫清醒翻，表示佢被控制住，仲用玻璃碎樽插自己塊面。嗰一刻 Bear 先開始明白呢個願望唔係禮物，而係一個佢再冇辦法拆開嘅陷阱。同一晚 ，Sarah 約 Bear 夜晚出嚟喺車入面傾偈。佢向 Bear 坦言，Ian 同 Nikki 一直都有唔尋常嘅肉體關係，而且自己一直對佢有感覺，佢先係真正留意同關心 Bear 嘅人。正當兩人傾偈嘅氣氛相當唔錯，假 Nikki 突然出現，撞爆車窗，再攞起一塊磚頭，瘋狂撞擊 Sarah 個頭，直至身亡。假 Nikki 對 Bear 失控嘅愛，由呢一刻開始，控制已經變成毀滅。但真正最恐怖嘅，其實仲未到。我哋一直以為控制先係問題，但其實控制只係最後一步，真正嘅起點係願望。當一個人開始用我為你犧牲一切作為愛嘅證明，佢同時就開始要求你都要用同樣方式回報佢。而當你做唔到，佢就會用愛嘅名義將你困住。更加可怕嘅係，最後被困住嘅唔止係對方，仲有自己。令人覺得恐怖嘅，從來唔止係有人控制你，而係有一日你開始相信
如果離開佢，我就唔再係我。Obsession 最後控制嘅從來都唔係對方，而係自己。但如果你將呢套戲淨係睇成 Nikki 嘅愛太恐怖，其實仲差一步，因為戲入面有一個細節，好多人都會漏咗。Bear 其實好早就知道 Nikki 呢種愛係假嘅，係詛咒逼出嚟嘅。佢親耳聽過 Nikki 求佢殺死自己，佢親眼見過 Nikki 短暫清醒、崩潰痛哭，但佢冇選擇拆解呢個詛咒，佢揀咗留低。因為呢份被扭曲嘅愛俾到佢舒服，令人心寒嘅唔係 Nikki 冇得揀，而係 Bear 明明知道佢冇得揀，依然選擇享受呢份愛。電影結尾 ，Bear 返到屋企，發現 Nikki 已經將 Sarah 嘅遺體徹底褻瀆，佢着住 Sarah 嘅衫，模仿住 Sarah 嘅紋身，妄想用呢種方式消滅所有 Bear 心入面可能存在嘅情敵。呢個時候，Ian 帶住現金衝入嚟，佢並冇打算幫 Bear， 反而自私地用咗第二支許願樹枝求橫財。10億嘅錢從天而降，但佢1蚊都未使，就已經俾 Nikki 槍殺咗。Bear 崩潰咁匿埋入廁所，吞咗一大堆止痛藥。藥力發作嗰刻，隔離房傳嚟另一下折樹枝嘅聲音。導演 Curry Barker 事後親自證實，嗰一下許願並唔係真正嘅 Nikki， 而係被詛咒操控住嘅 Wish Nikki。佢許願想 Bear 愛翻自己，結果 Bear 喺死前一刻真心愛翻 Nikki。兩人深情一吻，然後 Bear 就因為藥物過量而死。Bear 一死，原本嘅詛咒解除，真正嘅 Nikki 終於恢復意識。佢發現屋企四周全部都係屍體 ，Bear、Sarah 同埋 Ian， 而自己由頭到尾都乜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呢個結局比任何哲學都更加殘忍，因為 Bear 最後得到咗自己一直想要嘅 Nikki， 愛佢愛到勝過世界上一切。但電影最後證明，當一份愛需要犧牲一個人嘅自由，佢就唔再係愛。Bear 得到咗願望，亦親手毀咗自己，毀咗 Nikki 同埋所有人。最初 Bear 想要 Nikki 愛自己，最後 Bear 得到一個冇自由意志、冇選擇，甚至求自己殺咗佢嘅 Nikki。Nikki 其實從來冇真正選擇過 Bear， 就算連最後嗰個愛翻你嘅許願都唔係真正嘅佢許嘅。所以 Bear 最後得到嘅唔係一份愛，只係一個永遠唔識拒絕自己嘅人。佢得到嘅根本唔係愛。Obsession 真正恐怖嘅並唔係講愛一個人愛得太深，而係有人想用控制代替愛。而更加恐怖嘅係另一個人明知呢份愛係假嘅，依然揀咗留低。所以 Obsession 推翻嘅亦唔係某一段愛情，而係我哋一直相信嘅愛情觀。我哋由細到大都係聽人講，愛一個人就應該願意為佢付出一切。但係成熟嘅愛其實唔係我願意失去自己，而係即使我仍然係我依然選擇愛你。健康嘅愛唔係兩個人永遠唔會分開，而係兩個人永遠都有能力分開，但仍然選擇同行。因為只有可以離開嘅人選擇留低先叫愛，留唔低就叫 obsession。真正成熟嘅愛唔係要你愛到忘記自己，而係令你更加知道自己係邊個。如果今集嘅分析令你對愛有更多思考嘅話，可以 share 俾你愛嘅人一齊傾下。如果想支持我哋，歡迎加入成為資深研究員，就可以下載今集完整 mind map 同背景音樂。我哋下一集再見。